之前基隆的自来水受到污染，有18万户受影响。今仔早起，经济部甲环境部开记者会，指出讲这污染应该是单一事件，嘛已经掌握污染源，检调等个调查。台水公司嘛表示讲，基隆河的水源的检验拢合格，按算会分2阶段开始来供水。第一阶段明仔载早起8点会开始供水。离基隆河北都抽水站水头大约2.5公里的河道，村的垃圾油浮出来。对查了后，发现是远湾路101巷的沟仔排出的。到底啥是11月27水道水污染事件真正的凶手？环境部研判这是高级阶的头排放事件，也发现这污染甲进前掠到的国光客运保养修理厂，还有正风程度的污染明显无同。时间没有在持续的排放，所以有可能是单一的偷排或怎么样的情形，它的有的特性跟这2家出来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另外有其他的污染来源。环境部指出，这个事件的污染热点就伫这条沟仔四边的区域，也若真正凶手是啥物人，检调已经介入调查，因为侦查无公开，无法度讲出是倒一间。不过目前会当讲的，就是废油垃圾水来自合法登记的工厂，伊内底有无应该有的污染设备，真可能伫水源水质保护区用合法暗或非法。掌握了一些特定的对象，后续呢，我们会督导环保局依法跟相关的法规做相关的一个停工跟拆除相关设备的要求。27透早发生污染较大，基隆河水质目前检验拢下标准。台水公司拍算分阶段取水，第一阶段伫11透早开始取水，不过暗时唔取，降低风险。检验了若无问题，才恢复规工的取水。观察检测，如果这2天都很正常，没有油气味，我们才会启动第2阶段。那第2阶段就是全日来复抽。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还未接到水公司通知要恢复取水，也拢唔知影中央部会开记者会内容。市府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告知，也不知道他们要开什么记者会。蛮可惜的，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从事情开始后，我们都是跟水公司、经济部以及环境部通力的合作。其实透早9点，包含基隆市府甲中央各单位当咧开会讨论后续的代志，为着列出水源水质保护区的污染行为甲设备，环境部建议基隆市府组跨局处联合稽查小组，也来补助这项稽查专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